第四个啊，就是第四个呢啊，就是随喜之啊，就是随喜之，十方一切诸众生而成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他这里说那个随喜的话呢，就是那么别人所做的三个，我就进行这个随喜啊。那么随喜的什么样的随喜什么样的三个呢？就是这个四方世界当中啊，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造一些这个优柔的这个善根呢，那么就是这些呢，我也这个随喜。所有十方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声闻啊，就是缘觉啊，就是这叫做是二乘啊，就是那么这个声闻呢，就是比如说。从那个就八种这个果位啊，就包括阿罗汉，就是什么这个云牛果啊、依赖果啊，就是无赖果啊，就是用这个八种这个果位的这个声闻。然后缘觉的话呢，就是也有就是分两种吧，就是一种是这个独行这个缘觉的，一种是综会当中的这个缘觉啊，就是那么这个缘觉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善根，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当中呢，就是有学和无学啊，就是有学呢，就是指的是就是从这个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之间呢，就是叫这个有学菩萨。还有我们从那个资粮道到这个一地菩萨之间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还没有真正这个入学道的，就是入一地菩萨的，就是也是具有这个心结性的，就是这些菩萨吧，就是菩萨。无学的话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无学过位，也就是说是得到这个佛果的啊，就是得到这个佛果的一切的这个如来和菩萨和还有这个众生啊，他们塑造的这些所有的功德啊、善根啊那么这些呢，我发自内心的这个随喜欢喜，他们就是这个所做的一切这个功德啊。当然，我们在随喜的过程当中，我好像以前也讲过吧，就是比如说我们随喜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功德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就是一部分，就是得到了一部分那么我们跟自己的境界比较等同的等同的这个三根呢，就是进行随喜的话呢，就是我们得到就是就是什么这个同等的一种这个功德。如果我们对这个下者就是境界就是比较就是低下的，就他们的这个三根做随喜的话呢，我们就是超越他的一些功德，就是都能这个得得到的，就是所以这个随喜的功德呢也是很大的就是有学无学。听说以前有些人说这个有学无学呢，就是有一个人解释说，有学呢就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无学呢这个就没有学问的，就是文盲，就是这叫做是无学。很多人听错了，或者说是有些人呢，这个内容就是搞错了，就是也有这样的。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我读师范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很多学生都是有时候他心很好，但是呢，他普通话说的也是不太好。然后呢，很多那个学生呢，就是经常笑他、说他。其实这个应该说老师是很不好的，但是呢，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毛病呢，就是就经常这个学老师啊，就这样的。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是他自己也是刚刚这个入校，就是当老师就是比较积极啊，就是不管讲课也好还是那个晚上那个查寝室的时候，也是他特别的这个认真。后来就是他有一次就是查那个女生寝室的时候呢，他每次都是经常就是查，然后女生们呢就是不满，就是开始背后说他，说是这个老师呢，我不说他的名字，这个老师呢就是很暴啊，就是说是这个土包子，就是这个老师。然后老师就是很不高兴。第二天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学生就是在这个体操的时候呢，就是在上面说，昨天你们有些女生说，我吐了你们的包子，我什么时候吐过你们的包子？你们的包子是肉包子还是菜包子？所以那个有学无学也好，就是土包子也好，那个
这些应该在正面理解，不要那个说这个如宝子还是财宝子。一切就是说是这个一切如来就是菩萨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一以随喜。其实这个随喜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我们在这个其他的一些经文当中呢，就是也是讲过就是也是这个讲过不做光说。